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合法》，我是民族。今日我来做乜嘅料理呢？要来做两个暗肉咸菜头鸭肉酸菜汤，教大家煮这个简单，看似非常轻轻松松鸭肉酸菜汤，有什么秘诀在里面呢？一起来看看喽。首先呢，当然就是要把这个暗肉啊，就是先把它穿烫一下去血水。鸭肉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词哦，就是叫做暗肉。暗肉，这个鸭肉啊，要做的好不容易，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鸭肉皮比较厚，肉比较少，所以要选到比较好的鸭肉哦。我现在先把它下去，然后给溜溜的通一下哦。你知道吗？鸭肉的皮非常的厚，所以呢，你要让它皮有点 QQ 的，你一定要在烫完之后泡在冷开水里面。水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还没有教过大家，冷开水的客家话就是叫做狼棍水。狼棍水。好，我现在呢鸭肉准备好，接下来呢我就要把它烫到汤里面，让它慢慢的滚喽。那其实呢这边的技巧就是，我觉得灵魂就是这个酸菜，你一定要买到就是真正好的酸菜，就是那种有阿婆味道的酸菜，煮出来的这个酸菜汤啊才会够味。放一点点的姜丝下去。这样味道也会比较好。米酒的部分呢，因为我希望它酒味比较重一点点，所以我接近快要煮好的时候再把它呛一下下，我们就慢慢等待喽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煮的这个鸭肉酸菜汤到底好不好吃呢？请美女试吃员 Rita 来帮我们喝喝看呢。今天呢要先来教大家讲一句客家话，就是鸭肉和酸菜是绝配，就是暗肉老咸菜，暗肉老咸菜，冻丢达，冻丢达。对，冻丢达，冻丢达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做这道菜，你们喜欢吃吗？重点是我们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鸭肉，暗肉，暗肉。第二个呢就是冷开水，狼棍水，狼棍水。第三个呢，我们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鸭肉和酸菜是绝配，暗肉老咸菜，冻丢达。暗肉老咸菜冻丢达，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其实鸭肉跟酸菜配在一起，真的十分的美味哦。好，我们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